要看这个沙库拉，搁加一个新景点，位于宜兰罗东的16分圳边种1200丛的沙库拉，这大片的土红色真稀奇，尤其到暗时配合着灯光的投影，有另外一种的水。两排樱花开甲真水，水红色看起来真稀奇。这是宜兰罗东16分圳，号称是全国头一个伫平地溪畔地使赏樱花的所在。日时伫差不多1公里长的樱花步道散步，感觉都已经真好啊！到暗时，地座有点点，更加有这种真无共款的风景。晚上有灯光的照映之下，那个花的那个呈现出来的那个美感会不一样。晚上看起来比较日本的感觉。目前当日开花是色彩缤纷的北中樱，形真成吊针，色水真鲜艳，估计花期会到2028。刷了对换墨染樱、蜜染樱的登场，这款樱花花瓣较大，花瓣的尾白色变做粉红色，就敢若染色同款。花期会持续到3月底。不管是日时欣赏美丽樱花，还是暗时来这散步，拢有无同款的美感，嘛互赏樱花加真侪无同款的趣味。